在维吾尔独立运动里，信仰到底是力量还是阻碍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。有人说把宗教扯进来会跑偏，但你看历史告诉我们的好像不是这么回事。他们觉得应该学以前的英雄，专心搞民族事业，可这就忽略了一个过去失败的惨痛教训。关键是问题不出在信仰本身，而是被带偏的信仰一次次地毁掉了自己的革命。这种信仰它基于迷信而非古兰经，导致内部分裂，甚至让人们背叛了自己的英雄。历史上2次关键的失败，你看，都暴露了一个悲剧性的模式：自己人搞垮自己人。先说1933年，当时出现了一位领袖，他想唤醒民族，反抗侵略。但是，就因为他思想现代，被一些人骂成是异教徒，大家不但没团结，反而敌对他。你想，得不到自己人的支持，他就被孤立了，那他的运动基本上就没戏了。结果呢，他才32岁就被处决了。对整个民族来说，这是多大的损失啊！10年后，历史又重演了。这次是在东突厥斯坦第2共和国，主角是艾哈迈德江。当时就宣传说他们是共产主义者，不信神，是俄国的傀儡。这些说法都是为了分裂维吾尔人。就是这种内耗，让共和国从内部被削弱，革命在南边根本得不到支持，最后就失败了。所以你看，这就带出了一个核心问题：什么样的信仰会分裂我们？什么样的又能让我们团结？你看，一边是错认敌人，搞内部分裂；另一边，也就是古兰经指的路，是认清敌人，团结大家。所以有人认为，唯一的出路就是回归古兰经，只有这样，路才能走对。因为他把为家园奋斗看作是最高的一种崇拜，这就不只是政治了，而是一种神圣的责任。那么，按照这个说法，古兰经指出的真正敌人到底是谁呢？答案很明确，只有一个敌人，就是中国。这样一来，就不会再有内部的分裂了。这一点至关重要，因为它能防止内斗，让整个民族把劲儿都往一处使。所以说，事到底，信仰究竟是弱点还是力量，这完全取决于你选择走哪条路。